来继续来到基隆的旭区山顶，有一个金凤来社区。那赛车入去，会先经过一个亲像徛街停车场的出入口，但是赛咧，会阁连去外口的道路。民众话讲，这是一个真神秘的社区。40年前是黄金地段，日本时代甚至是台湾的八大景之一。来基隆佚佗，你敢有看过这栋建筑？有驾驶赛车来到基隆正行街77巷，驶入来这个参像是一般徛街出入口，内底天棚正低，看起来黑黑暗暗，每做一个步势里，就走入去人的真家厝共款。行无几步，佮接到外口的道路。网友咧笑讲，这嘛伤过特殊啊，敢是卡丁车的赛道？嘛有人回应讲，这较早是合体区，是有钱人咧住的。文章一个出来，嘛引发到网友的讨论。像是以前沿着这个斜坡，然后就会往上盖，然后路都是沿着它的建筑物这样子上来。公布答案，这是伫旭丘山的金凤来社区，天棚有通光的空棚，佮有一个特别大玫瑰豆的空。光线对顶面照影落来，配着青色的石板，看起来袂说是风来仙境共款。听说以前前面是没有这些公寓的，所以它这边可以直接看到海。然后后来前面盖起来之后，就挡到那个视野。那在40年前，这边是我们基隆房价最高的社区，在山上它可以看得到海的那一面，是赏景的黄金地段。有山佮有海的地理位置，或者伫日本时代以旭公馆日列入台湾的8大景点之一。佮加上社区内玫瑰空的设计，甲电梯有地形等等的设施，伫40多年前是多年先进的建筑设计。无彩的是人口减少，这嘛渐渐衰退。如今佮在互网友发现这个所在，嘛佮在引发着讨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